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孙立平教授写的，关于消费，关于内卷式的发展。孙立平教授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其对社会转型与经济现实的敏锐观察著称。他经常发表文章，谈到当下热点，当下的经济发展困局，写的非常多，我也经常看。6月22号，他发表一篇文章，叫《为什么生意难做，钱难赚？人们为什么不花钱？是谁更不花钱了？不确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孙立平老师，他的文章经常是深入浅出，把深奥的经济学问题还有社会现象，通过这种比较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我们也关心为什么钱难挣，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是吧，身边人都在说钱不好挣，除了硅基的相关的赚钱容易，科技新贵，越来越多的身边人对未来迷茫，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我还要强调一下，如果你对未来充满信心，你身边的人都充满着积极乐观向上的这种气氛，那你要珍惜这个当下，因为好景不长，充分的享受当下，而不要急于跟别人去抬杠，把那24小时都用来享受这种当下的这种美好时光。一定要听劝，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总有人他会在这个逆境中他也过得挺好的，也有种种原因是吧，要么是老天眷顾，要么是上一代的精辟，或者不能排除这种现象。所以说如果你要正好赶上了，那你要珍惜。我们看看孙立平老师，他说为什么生意难做，钱难挣？他说这是很多人的一种感叹，从我接触到一些现象看，这一点对于处在经济末端的人，尤其是小商小贩、小买卖、小企业来说，感受更为直接而强烈。这个是显然的，你越到下面的竞争越激烈，没有护城河。你说你卖茶叶蛋，我也卖茶叶蛋，咱俩有什么护城河？都是短兵相接。越往下面，越往小企业，越往末端，竞争越激烈，因为他们犹如身体上的神经末梢一样，犹如没有脂肪层作为缓冲，其感觉更为敏锐。大企业亏损也能扛3年，但街边小店现金流断了，有时撑不过3月。实际上大有大的难，大企业一样的，你要在大企业待过，走下坡路的时候你明显能感到，而且有的时候也是注定了他没有回头路，他就一直这么下去了。大企业一样，但是只不过大企业撑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这个意思。他说，如是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作就业输水池的外卖行业，如今也人满为患。他就介绍了最近网上比较流传的外卖的情况，咱就不介绍了，因为我的节目经常说这些。说为什么处于经济末梢的他们处境艰难？最简单的道理，别人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别人花钱就是你的买卖。我不管这是什么凯恩斯主义，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别人不买东西，你就没有生意，没有营业额就没有收入。从宏观层面来说，是经济转不起来，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咱们勒紧裤带的勒断了，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孙立平就说了，他说人们为什么不花钱？和朋友聊起来天来，一个共同的感觉，现在人们不是一般的不花钱，而是非常非常的不花钱。没钱的不花钱，有钱的也不花钱，年龄大的不花钱，年轻的也不花钱，甚至不花钱成为一种信念，成为一种时尚，勒紧裤带，馒头加榨菜。咱们5年前就已经说了，现在成为一种差不多叫共识了。一说起这个话题，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说我们是如何不花钱的。这一点和前些年是很不一样。10几年前1场2场3场是吧，凌晨3点到家。原因是什么？没有钱，不敢花，不愿意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3大原因。从逻辑上说，其实也只能是这3个原因。应该说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不是哪个因素单独在起作用，而是3个原因都有，也就是多因导致的，不是原因。单一原因都好治，但是归根结底我认为是分配问题。但是我们看看孙立平老师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3个因素各自所占的分量大约是多少？他要搞明白，既然是3个原因导致的，那3个原因的比重呢？哪个是主要原因？总有主次吧。他说当然了，很难找到这方面确切且权威的数据。有一次我和朋友聊天，他是做市场调查的，我说能不能有一个直觉性的大体判断，这3个因素大体各自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这比重，朋友犹豫了一会儿说凭我个人的主观判断，应该是343，没钱因素占30%，不敢花钱占40%，不愿意花钱占30%。我接着说，你能不能帮我找找这方面的根据，哪怕是侧面的或者不完整的数据也行。说朋友回家后给孙老师发了这么几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应该是最权威的参考数据之一。2025年第3季度，在全国50个城市2万户城镇储户的调查中，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62.3%，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仅占 19%。 自2023年第1季度以来，居民更多储蓄的倾向整体呈上升趋势，长期维持在 60% 以上，远高于疫情前的 45% 到 50% 的水平。这直观地反映了不敢花与不愿花情绪的普遍程度。在消费倾向背后是消费信心。2025年消费者信心指数长期在89左右徘徊，显著低于 108.77 的长期平均水平。我们消费指数一般在 108.77， 现在长期在89左右徘徊，这相当低迷啊！这直接反映了不敢花的心态。当然，收入信心是消费信心的前提，与之相对应的是收入与储蓄因素。从收入看，在2024年，认为收入减少的居民比例从年初的 17.3% 升至年末的 20.2%。2025年第3季度 18.7% 的居民认为收入在减少。同时，多家机构的报告都表明，当前高储蓄并非是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是因为应对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未来不确定性而做的自我保险，这叫预防性储蓄。那孙立平就说了，那到底是谁更不愿意花钱呢？接着还得问一个问题，说现在人们不花钱，那究竟是谁更不花钱了？你可以说这个现象普遍在社会各个群体中，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更不愿意花钱。为什么呢？说低收入阶层反正是缺少支付能力，这个好理解。低收入阶层本来你一天就是3个馒头加榨菜，你现在减成2个馒头加榨菜，也没啥区别，明白啥意思吗？但是中产就不一样了，以前他是不吃馒头的，直接吧唧一下变成2馒头加榨菜，这个损失就很大了，是吧？这个降级啊。富人则是消费已经在天花板，而中产阶层不但消费能力最强，而且弹性是最大的，也能顿顿下馆子，也能天天吃馒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16日发布的2026年社会蓝皮书，202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为 3.8%， 不仅低于高收入群体的 5%， 也显著低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4.7%。 数据显示，有 26.6% 的新中产家庭预期消费支出缩水，每月家庭开支在10000元以下的比例环比提高了 12.9个百分点。也就是孙立平老师认为，还是中产不消费或者消费下降厉害，导致他是更不愿意花钱。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中产阶层。孙立平说，我说的变化不仅仅是指现实的经济状况，同时包括社会心理。他说本来经济收缩期的裁员降薪，中产阶层就是主要的承受者，房产缩水、按揭重负也主要压在他们身上。而在这一波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浪潮中，他们更是首当其冲。2025年一项调研发现，高达 70% 的受访者担心自己的岗位未来可能被 AI 取代，这无疑会导致对未来预期明显变化。也就是现在码农估计更不敢花钱了。码农现在他即便有工作，年薪50万，他也得省钱。为什么呢？他担心未来2年 AI 把他取代了。这就是企业这个还在，但是他的岗位不在了。那越这样，对不对？大家越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越要预防性储蓄。孙立平说，那不确定性到底在哪里呢？预期与不确定性问题，人们已经说的比较多了，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还是被低估了。一定要意识到，现在我们面临的预期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是空前的，远远超过人们一般所说或所想的。所以我一直说的，未来这3年情况很严重，这不是叫什么制造焦虑，因为现实就是这样。
你自己去看一看。我们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个现状，你才能做准备，你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你有了心理准备，你就发现坦然了。不能糊里糊涂的，你不能今天看着晚上7点的节目，情绪高涨，明天咣当一下裁员了，受不了这打击。你这一冷一热的人容易出毛病，精神容易受刺激。如果你早已经预料到了我有可能随时会失去饭碗，并为此做准备，哪怕明天或者后天你真的失业了，你已经有了准备，反而能帮你度过难关。媒体总想给我们呈现一副美好的景象，我们明天更美好，结果咣当你早上一醒接到 HR 的通知约谈。孙立平老师说，他说从现在孩子教育到老人养老，迷茫与焦虑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反应。从小孩教育一直到老人养老，这是人的一个完整的过程，都充满焦虑。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来自哪里？首先是时代的冲击，或者说时代变了。我们原来的确定性来自哪里？不确定相对于确定，那我们曾经有过确定吗？就这意思。那确定性来自哪里？是来自于一种比较明确稳定的生活框架，按部就班的上学，尽管内卷的很厉害，按部就班的就业上班，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做个小买卖兜底，最后是退休养老，哪怕条件差一点，至少可以把这一生勉勉强强的过完。这就是我们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架，认为这个都能接受，但是现在连这个框架都被打破了，就这意思。但在时代的冲击之下，所有这一切都在变得模糊不清和不可预测。现在孩子出生了，且不说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学费，更要命的是，现在你知道怎么卷什么吗？确实是，我们都知道未来高考不重要了，对吧？小孩都能闭着眼上大学，但问题是，真的咱家长，对吧？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时候，也还是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真的就所谓的快乐教育吗？对吧？未来面临着什么？这一片迷茫。学习阶段结束了，就算是大学毕业，能找到工作吗？就算找到工作，工作能稳定吗？如果无法正式就业，还有小生意可做吗？更加看不到边的是，谁也不知道人的寿命将会延长到多少，需要多少时间。有朋友还会记得，他说孙立平老师前几天讲到一个事，他说我的一个就是他的学生来看他，他说小伙子北大毕业的，很优秀，很能干，当我看他一次也是打算不婚不育的那种。临走时我说你们这代人活到150很有可能，你还得活120年，做好准备。这个学生说那太可怕了，活150岁，就算是80岁退休还得活70年，那么大岁数活70年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多少钱？谁能给出个靠谱的数？那最后孙立平老师他说前些天他说在和学生聊天时，我说这次科技浪潮最大的冲击是确定性的消失，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如何用制度建设来努力消解不确定性，这个挑战是最为严峻的。原来我们说不确定性的问题最主要还是寄希望于社会保障，但现在的问题是，且不说我们现在社会保障的水平，也不说未来若干年社会保障可持续性，仅就人类寿命的延长来说，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与寿命150岁、80岁退休后再活70年的情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当然了，孙立平老师他也说，他面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也会面临可持续的挑战。对，我们也聊过，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这种发展 K 型，其他国家也会遇到，也就是跟硅基沾关的如火如荼，是吧？其他的行业被抽血，地区分化，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但是我们的根基似乎跟美西方也不一样，因为美西方目前人家社会保障是相对完善的，而我们的社会保障，农民还在150一个月，你没工作了，你想领失业金也挺难的。也就是这些保障还有很多这个也要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保障还没完善的时候就遇到这种科技浪潮，K 型分化，那面临的问题肯定更多是吧？考验会更严峻。实际上这个孙立平老师他前几天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叫确实在内卷，防止星辰大海变成空中楼阁。什么意思？他这文章提出一个观点叫内卷式发展。什么叫内卷式发展？内卷式发展
展现出来了，你看上去它确实也在发展，相应的稳定向好，宏观基本面，但是内卷那也是卷得厉害，越来越厉害，防止星辰大海变成空中楼阁，宏大的科技与产业可能脱离民生基础。孙立民老师说，他对内卷式发展的思考源于2018年前后，但是国际格局变动对中国发展模式影响日益凸显，他开始关注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在国内的弊端。2024年5月，在一次公开分享中，首次明确提出内卷式发展这一概念。随后在同年11月的文章中，结合中国经济历史节点，进一步完善了理论框架。到2023年到2025年期间，他在多个论坛，比如说搜狐财经年度论坛中，将这一理论与中国经济透支收缩到内卷，就是先是透支，然后导致收缩，收缩之后再到内卷，这么一个循环深度结合，提出以社会修复破解困境核心思路，使其获得广泛关注。那到底什么叫内卷式发展呢？也就是孙立民老师他说，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宏观背景下，国内各行业普遍陷入无利润或极微薄利润的恶性竞争，企业以生存为底线坚持运转，通过极致成本控制和运营优化，最终在全球市场中卷出新的发展空间的特殊模式。这是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的一次重要转向。大家想一想，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就这样？我们的汽车行业产能开足马力，1年生产的够全世界消耗2年，那全世界其他的厂不要生产，你说这产能多大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看到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现在，你说一个月的出上百款新车型，油车怎么降价都卖不掉，新能源汽车价格也是内卷。整个汽车行业利润率只有 3%， 是吧？这个我记得前几天咱们节目介绍过，是吧？这个反正非常薄，在这个深层的底线上运作，要不然雷军也不至于跑去武汉街头吃面，又让人笑话。孙立民老师他说，内卷是真实的，发展也是真实的。内卷不是单纯的毫无意义内耗，而是特定条件下转化为发展动力的机制。孙立民老师他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他就举了个例子，用河道和水流的关系。他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如同干涸的河道，就是没水，全社会处于普遍短缺状态。改革开放释放的生产力如洪水般涌入，到1997年，国内市场河道已经无法容纳过剩产能，95%的工业品出现供大于求。此后加入 WTO， 开辟了国际新河道，中国制造业借此融入全球分工。但随着全球产业链大拆解，也就是前几年，这条河道也开始淤塞，国内存量竞争升级，内卷成为普遍现象。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内卷意味着低效损耗，但孙立平提出颠覆性的判断。他说，在特定条件下，内卷可成为另类发展的动力，企业为生存，在零利润甚至微亏损的状态下运转，通过精细化管理，将产品性价比推向极致，形成难以替代的成本优势。这种卷到极致的压力，反而帮助中国企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撕开缺口，将小舞台的内耗转化为大舞台的竞争力。正是这种内卷式的发展，核心逻辑的转换，这一概念跳出了传统经济学框架，以社会学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经济的特殊运行逻辑。内卷式发展的运行机制与积极成效，孙立民老师他并不是完全否定这种内卷式发展带来的实际成果。他指出，过去多年中国集中资源攻坚高科技与先进制造业，正是为了跳出低水平恶性竞争。从新三样，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中国在多个卡脖子领域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甚至实现局部反超，全球产业链竞争力显著提升。在内卷机制下，企业被迫极致压缩成本，优化供应链。你成本压缩到什么地步？压缩到连巴西人都看不下去了。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巴西人都认为你这叫奴役啊，劳工。你这不就是把成本压到极致吗？压到极致，让你全球去竞争。你说那欧盟那些国家哪个能干得过你呢？也就是你把人当马了，已经，人家还把人当人。
所以在很多制造业这一块，那就摧枯拉朽，是吧？那对欧盟来说，你这就是洪水猛兽，所以人家就想办法要制约你，就觉得各种关税、贸易摩擦、壁垒就来了。那么结果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以极高的性价比进入全球市场，占据了更多的份额。即使在全球需求波动期，中国出口仍展现韧性，这得益于内卷锻造的成本护城河。孙立平强调，这种发展也是真实的，它不是虚幻的泡沫，而是通过无数企业微观层面的苦苦挣扎积累而成。许多传统制造业在国内市场饱和后转向海外，通过低价策略护住份额，同时在技术上逐步升级，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在后高速增长时代的独特路径。孙立平教授也提醒警告，内卷式发展本质上是以生存为底线的竞争，也就是他追求的是生存活下来，而不是那种是吧？大家能活得更好，大家加薪，不是这个，人家是追求活下来，那就到极致。那这样就其动力具有双刃剑的性质，短期内推动增长，长期则积累更深层的风险。那么孙立平老师他说，内卷式发展的结构性困境，新二元结构如 K 型分化。内卷式发展的衍生的新二元结构问题，他把经济体比作上半身如下半身。上半身高科技、先进制造业、重大基建等国际领域，就是国家计划的这种领域，资源、货币、政策向此集中，形成蓬勃的循环。那下半身恰恰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比如消费、传统产业、中小微企业，资源流入不足，循环不畅，在下半身待着的人，那就感觉到痛苦了。2023年，孙立平就用社融数据佐证，天量新增货币中，绝大多数流向了先进制造业和政府偿债，真正进入居民消费如中小微企业的比例极低，导致经济循环出现断层。这一结构断层直观表现就是冰火两重天，如 K 型经济分化。实体经济中 AI 算力半导体、商业航天等高科技赛道龙头企业业绩亮眼，股价持续走高，而传统制造业、地产链、线下服务业却深陷低迷，产能利用率不足中小微主体生存艰难。实际上这个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的社零数据已经说明问题了。孙立平教授将此归结为星辰大海与民生脱节的核心矛盾，资源过度向干大事的领域倾斜，却未能同步带动普通居民收入提升和消费能力修复。上半身循环强劲，但缺乏下半身民生市场的支撑，最终会制约先进制造业的可持续性。产能扩张若无终端需求对接，就会转化为库存、闲置甚至金融风险，这会造成社会层面的不平衡感。一部分群体和技术领域高速前进，另一部分则感受到强烈的挤压与停滞。消费抑制是孙立平反复强调的内卷式发展的核心难题，它不是孤立问题。孙立平说，第一步，企业端利润极度摊薄，产能过剩，企业为保生存，放弃利润也要维持运转。那么家电、汽车、互联网平台、线下服务行业都是这样的，进行价格战筑底，也是擦着生存的底线去竞争。行业平均利润率被压至极低水平，那这个企业就无力扩大招聘或者涨薪。第二步，就业与收入预期收缩，利润缺失直接传导至用工端，这个恶性循环咱就不说了，因为企业没有钱不赚钱，它是贴着生存的这种底线去竞争，那它成本会压缩到极致，它没有利润，它没办法去多招人，没有办法给员工加薪。好，那你员工收入一少，更不去消费，那企业的这个内卷就更加剧，恶性循环。这就是《求是》杂志深夜发的文章，叫警惕负向循环。被抑制的消费反过来强化内卷，国内需求不足，企业更依赖海外市场，低价抢份额，将内卷延伸至全球。全球市场容量有限，贸易壁垒逐渐增加，又迫使企业回国进一步内卷，形成消费越弱内卷越狠，消费更弱内卷更狠的恶性闭环。那么孙立平教授他指出，消费抑制的深层原因叫分配逻辑与财富的沉淀，
实际上，孙立平教授他说，根本在于分配出了问题。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大量资源集中于生产端、基建端、重资产领域，以快速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在初期很有必要，但进入内卷阶段后，分配逻辑未及时调整，新增财富更多流向资本端、产业端，普通劳动者占比偏低，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 GDP 的和产能的增速，由此产生矛盾的局面，就中国能生产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最先进的家电、最丰富的消费品，但许多普通居民缺乏足够支付能力消化这些产品，这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断裂，强大生产体系建成，却未同步建成匹配的消费体系。孙立平教授进一步追问财富的去向，也钱去哪儿了呢？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钱去哪儿了？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几十年，创造了大量财富，为什么企业一身债，政府一身债，老百姓一身债？一些观点归因于财富集中于富人，腐败或外流，但他认为这些在微观是大钱，宏观是小钱，无法解释总量。那么孙立平教授他认为财富并未消失，而是混合债务沉淀在繁华的城市、房子、公路、铁路、桥梁、机场等固定资产中，这些仍是财富，但大多不能带来持续的收益，且流动性差，就是它不能自己创造现金。我们大量的财富沉淀在，那就是我们说的宏伟工程，这个大山里面的大桥，那大山里面的那什么水丝楼、老干部疗养中心，这种沉淀反映了发展方式的偏重，重生产轻民生，重投资轻消费。那怎么破局呢？孙立平老师那说怎么办？社会修复而非强刺激。什么意思？就是你靠刺激没有用。面对上述困境，孙立平反对单纯的大水漫灌的强刺激，如大规模消费券、降准降息这类措施，若不解决分配根源，资金任回流至生产端，加剧内卷。他提出解决方案是社会修复，这个没毛病，有这个观点咱们也差不多。如果你的分配方式不改，那么你把钱扔进去，就是发钱，那大家一消费之后，钱最后又回流到个别人手上，没有形成一个乘数效应。因为你的分配机制没改，你钱只要从这儿扔进去，从那儿全去了某一个地方去了。虽然发给我们了，我们消费，但是我们这都是一次性的，你消费完了，最后富的更富，这个结构不平衡的就更加加剧，就变成一个。所以你要不把分配机制给它改掉，那这种大水漫灌只会换汤不换药。社会修复的目标就是系统性补回内卷期被挤压的民生空间，具体包括完善社保体系，降低教育、医疗、住房刚性成本，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也就是房价还要降啊！你房价那么高，那我们工资本来就低，那你要解决住房，那又没法消费。所以说房价你不能高，只能跟收入相匹配，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通过这些措施释放居民支付能力，让普通民众敢花钱、能花钱。只有打通民生循环堵点，上半身先进制造才能与下半身民生需求形成良性的互动，过剩产能找到国内需求，内卷死局才能打破。社会修复的目标是将经济从低水平内卷转向高质量循环。这并不是否定科技与先进制造业，而是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惠及民众，避免星辰大海与民生相脱节。实际上，孙立平教授认为，星辰大海如果与民生相脱节，那就不免会成为空中楼阁。警惕宏大科技趋势脱离地球层面社会公平与民生保障的风险。前沿科技发展若进一步拉大 K 型分化，加剧内聚压力，那么星辰大海必然会变成空中楼阁。资源过度倾斜不仅无法持续，还可能放大社会矛盾。最后，我认为孙立平老师他内卷式发展的理论确实相对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我们当下这种现象发展的路径，是吧？确实能解释当下困境，也是为观察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切入点。也就是什么意思？承认现实成果，现在的增长也是真的，也是在发展，但是内卷那更是现实。K 型发展、科技这都很有必要，但是你要脱离了民生，
那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加剧社会矛盾。所以我认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孙立斌老师这种观点就相对比较理性。如何看待经济走势，避免这种极端的解读？有很多人现在就说 K 型，那就是高科技、人工智能一头扎进去是吧？什么50年机遇、100年机遇怎么样的？那实际上都是过于这种叫头脑发热。星辰大海不应是少数人的空中楼阁，而应建立在亿万民众共享发展红利的基础上。所以这是孙立斌老师最近的文章，他一些观点，我觉得有可取之处。我们读完之后，感觉我个人确实他能解释当下这种内卷，你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了。内卷它也提高了这个性价比，但是这种极致内卷副作用就产生了收缩，企业不赚钱，大家工资涨不上去，那就更不愿意消费。当然了，实际上这孙立斌的观点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分配我们更多的这40年积累的财富，也很多人说被转移到国外或者贪污腐败，当然是一部分，但是这个一部分你跟320万亿多少的货币相比，肯定是小部分。那为什么没钱？实际上就是沉淀在各种宏伟的工程里面。这就好比俄罗斯 GDP 制造了大量的炸弹导弹，这都算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在哪儿呢？俄罗斯人并没有享受到，他在乌克兰炸掉了，一个逻辑是吧？所以说你看俄罗斯的 GDP 它去年比美西方涨得还快，但是俄罗斯老百姓过得并不滋润，没有感到任何幸福的什么生活质量提高了，反而是通胀加剧，养老金在萎缩。为什么？因为它财富炸掉了。实际上一个逻辑，我们要想明白，你把这财富堆积到这个大桥上面，那大桥如果不通，就是通的车流量少，它带来不了经济效益啊，反而形成一个黑洞，你还要用大量的资金去维护它。各种高铁站都还没开通，各种修完郊区的菜地里面的地铁，沉积了大量的财富，这个都要去买单。但是这一切怎么造成的？这不就是问题吗？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归根结底是吧？孙立斌教授他也没说，咱也不说，说了会发口罩。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